大家食饱未？老师食饱未？食饱。顶礼拜有人吼，一边食饭，佮一边来听，所以今仔会问因今仔食饱未安尼。大家会记得咱顶礼拜有讲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吧？老师有甲咱讲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帝安怎创造世界？安怎创造世界？今仔老师要来讲安怎救人吼，因为世界的人愈来愈有问题对吧？后来大家拢是死刑犯诶，安尼要安怎咧？死刑犯该咱救？伫即本吼，若有人去互判死刑，敢是有人替死就会好啊？敢是安尼？袂使吼？无嘛，无安尼嘛。无安尼对吼？但今仔咱要来讲一个上帝做特别的方法，佫会讲到汉谟拉比法典吼。观众朋友，你也伫线上会甲咱打招呼学来啊？美华姐妹来，你好，下阳好，食饱未？好，所以老师今仔日要讲上帝安怎拯救世间人？安怎拯救世间人？嘛是有两个方法对无？顶界讲两个撇步，两个撇步甲分互开。即摆讲上帝有安怎要了解伊安怎拯救世间，大家分互开。伊讲什么话，伊做什么代志？上帝讲过什么话，做过什么代志？咱甲分互开吼。上帝讲话吼，伫申命记诶圣经有写，讲看。我今仔日将祝福甲咒诅摆伫恁诶面前。27节讲，恁若趁耶和华恁上帝诶诫命，我今仔日所命令恁诶就是祝福。趁耶和华，趁就是听趁诶意思吼。遵从。遵，咱叫做中国话叫做遵从诶。咱遮叫做趁耶和华恁上帝诶诫命，就是祝福。而且伊讲诶话，反正伊讲诶话永远袂无去啦。伊讲诶话就对咧，咱就听伊诶话就对啦，照伊安尼做。听伊诶话就祝福。然后你若无爱听，上帝做诶代志，咱看伊做啥物代志啊？上帝看世界拢败坏。所以，互大水泛滥伫地上来毁灭天下，竟然有活气诶肉体。咱知影，咱前解有讲过，那爱大水，全世界拢灭。人敢若剩8个，就是那一家人。所有动物拢剩一对一对。有诶是2对啊。这就是安尼，你有想着讲上帝遐尼残忍？对啊，昨阮囝佫甲我问诶，讲为虾米？迄拢死了了。哪会使安尼？甲有人遐尼歹心，甲有上帝遐尼歹心。咱知影上帝所要救诶是永远诶，因为灵魂，人诶灵魂是永远，人诶肉体是暂时。若互即个暂时诶物件来拖累着永远诶生命，那安尼无价值啦。所以活咧不如死，所以阮诶牧师定定有咧讲讲，当你决定要洗咧，拢悔改，拢心内拢认罪悔改，迄阵心内足清气诶，人足洁净。洗咧了迄阵上好迄阵死去啊。因为迄阵若无死去你后来你去做歹代志，佫无效去啊。阮牧师定咧讲安尼啦，就是讲肉体毋是上帝要拯救诶对象。因为肉体是暂时，是用土做诶。阮若要转去土，咱有讲分2个嘛，肉体甲灵魂，伊要救诶就是灵魂。所以咱知影伊诶目标伫遐咱来看。人会歹底底，但是人实在是歹底底啦。歹底底是啥物意思？有人知无？有人会当写互阮看无？我昨毋知影。歹底底，人有歹底底。有人知影这迄个华语要安怎写无？歹底底诶华语要安怎讲？歹底底诶华语安怎讲？咱爱搁等2秒钟吼。
有人会晓讲无？大家拢食饱，今仔袂歹，今仔大家拢较早食吼。所以有人知影歹爹地的华语是啥物意思吗？歹爹地。嘿，无人写。所以，嘿，所以就是讲，其实上帝要老师拄仔讲诶，甲歹人拢太好死，这其实是好诶代志，对无？吼，毋是做占领诶，因为较袂个影响侪人吼。嘿，对啊，对，讲到背景，老师问诶问题拢无你回答，这问题学生来啊。歹爹地。顶礼拜伊讲即个背景做好看，所以今仔个用即个背景。是老师做诶啦，背景。阮伫即个顶悬用诶图，全部拢是老师家己翕诶哦。为头前第一集到即文吼，全部诶图阮用诶吼，拢毋是网络下载。背景迄个是伫小琉球诶一个渔港。是拢是老师翕诶哦。好，安尼公布答案吼，就是啥物？歹爹地叫做劣根性啦，因为人诶劣根性生出来就想要犯罪啦。所以讲，啥物人无罪，其实无啦。然后啥物人讲伊无罪，其实伊就是无救诶人，袂当得救诶人啦。后来咱来看，因为经过大水出来，毋知甲8个人尔，拢总。那就抑个活咧，就是讲因为全部拢灭无，拢死了，干那剩那一家人。那一家人又搁伫咧，伊诶子孙就已经咧做歹代啊。因到第4代诶时阵吼，到第5代是把别他就做起来。就伫遐要家己做上帝，讲我要来做一个大通天。上帝诶座位甲伊平悬上帝家己做着，人就无听上帝诶话啊。你看是毋是歹爹地？是毋是做有劣根性？小可有通食有通穿，小可富裕我就想歹代志。所以迄阵已经几啊百岁啊吼，但是会当看到世界已经啥物歹爹地啊。上帝永远无搁用大水来毁灭世界，伊有永远本地吼。你既然甲大水以前诶人共款，伊是毋是搁一届甲毁灭就好？上帝已经答应讲我无爱啦，伊用轻做记号，讲我无爱去用安尼来毁灭世界。伊改用要选一个人，还是讲少数人做见证，来做传伊诶道理，做君尊。君尊就是个君王尊贵诶祭司，要来做祭司，做圣洁诶国民。伊要敬一个2个就好。伊安怎去敬咧？因为迄阵你看因老爸，那一定有传互因囝。因囝有足侪3个基督闪是听话，有无含无爱听？咱前下有讲过啊。来闪诶囝，佫是有诚侪，就一2个爱听，佫刷来佫刷，到第5代，到第10代，后壁来按就出来，咱看伊选啥物人。是伊选啥物人？对啦，拄则有人回答呢，可能咱网络速度较慢，人心难测啊。人无好，啥物不好搞定。搞定迄是国际诶，毋是台语。但是劣根性对无吼？嘛是坏爹地啦。对，就是歹爹地，共款诶意思啊吼。内心外表内心两面来啥物人定胜天吼。对，想要赢过天迄是无可能诶，咱对遮看着知无可能。对，好，所以有一个方法，有2个方法吼。第一个敬一个人。对，敬一个人。伊到咱即摆跳到第10代吼，那以后诶第10代叫做阿必兰。咱看创世纪12章第10吼，耶和华对阿必兰讲：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诶家，去我所要指示你诶地。伊看阿必兰要离开诶时，伊毋知影要去佗，但是上帝知影讲你爱去
去伫我要指示你的所在。就是离开就对了。离开国境啦，就讲离开迄个国家啦。是。为什么伊经人来个叫人离开？对啊，为什么要离开有钱的所在？原因内底，迄个时阵，迄时含族含就是闪含雅佛是哪个三个囝？迄个含是受咒诅迄个啦。含族伫家己地是一个地方的名，就是两河流域啦，就是就是幼发拉底，还有是两个咱较早拢定咧讲的，迄个上富裕的所在吼。是。底格里斯嘛，幼发拉底咱定咧讲的。家己地建立巴比伦帝国。法规国法就规定限制人的自由，就是讲。伊迄阵有颁布，迄个叫做汉谟拉比法典。汉谟拉比是一个国王的名，巴比伦国王是第6任的国王，汉谟拉比有颁布。因为咱为什么讲这个法典？这个法典刻伫石头的顶悬，目前还佫伫咧，所以特别咱伫遮讲，咱即摆咧讲的，拢毋是汉古啊，拢已经有历史的记载。来第二，咱来看。就是这个对无？先互大家看。这个汉谟拉比。这个就石头啦，下骹是刻字啦，伊是放伫巴黎的罗浮宫内底。罗浮宫内面伊个顶悬刻个字就写做安尼。咱咧读历史的时，拢叫做楔形文字。这是汉谟拉比法典的对啦。顶悬咧石头顶悬刻的字。后来咱来看来第2点，闪族阿伯兰，阿伯兰是闪的话的，闪是迄个神族的，对，阿伯兰是伊的话的，当然因老爸，就是因的祖先有传落，大家敬拜独一的真神，伊住伫家己地的五日城，五日城是较早巴比伦一个足大的城市。就是足进步、真富裕的一个城市。踮伫遐，你若要踮伫遐，就爱降服伫因的统治。有汉族伫遐统治，巴比伦的统治，你就爱讲因的话，信因的宗教，这定对的。对。所以上帝叫伊爱离开国境，来讲你离开这个国家，去远远的所在，会当自由来拜你的上帝。拜独一的真神，无搁受遮，因为因拜的是月亮啦，因拜的是上帝创造的物件，巴力啦，有无足济款物件。所以爱离开迄个限制伊的，伊就会当自由来敬拜，这是原因。才会当自由讲家己的话，敬拜家己的上帝。咱知影足简单的，咱台湾受日本管的是，日本毋是讲。恁爱讲日本话，讲台湾话是加落伍的，毋好，歹。来中国人来讲，恁爱讲中国话，讲台湾话毋好，这是落伍的，拢相款安尼讲法啦。统治者拢是共款安尼啦。所以有一天，咱会当讲家己的话，迄是自由，迄是真欢喜的代志，迄是真感谢。所以咱看上帝竞选的人，竞选这个人，咁迄个人就安尼，受上帝的保护，逐项拢真好势，真顺遂，无啥物困难，无问题。毋是无问题啦吼。一帆风顺。竞选的，伊阁有管教，就是讲伊爱教示啦。所以教示嘛是。对，就爱甲 Q 得当，袂使互继续来。你西米记9章7节咱来看竞选的问题。耶和华，你是上帝，捌竞选阿伯兰，带伊出加勒底的五日，想使伊名叫阿伯拉罕。阿伯兰后来上帝甲伊改名叫阿伯拉罕。阿伯拉罕的意思就是讲，多国的老爸，就是足侪国的老爸的意思。足侪个的老爸。阿伯拉罕就是安尼，后来伊个伊敢若生一个囝尔，对无？咱以后再来看伊安尼。是。
但是咱要去看一段圣经哦，就是佮经过几百年后，有一个以色列的人叫但以理，总有4个人，互掠去巴比伦以后，就教示因，就教因家己啲人的文字甲言语，你有感觉足奇怪无？上帝叫亚伯兰离开巴比伦，就是讲毋通讲因的话，毋通拜因的宗教。叫伊出来自由讲你的话，拜你的宗教。结果因佫互掠倒去。上帝佫叫以色列人互掠倒转去，掠倒转去，共款佫是讲亚伯兰较早离开遐个话，为什么呢？所以咱看哦，但以理因互人掠去巴比伦的是以色列全国灭国啦。为什么灭国？因为因佫是共款歹地治啊。佫是人富裕啦，就是无爱去拜上帝，讲哇毋好啦，迄个上帝看袂着，咱来拜月娘较好啦，还是拜巴力较好啦。因就拢离开啊，就无爱去拜迄个上帝啊。上帝生气啊，讲恁爱外国的物件，我就互你掠去遐。看好啊歹，真正就互掠去。掠去以后诶，所以产生伫诗篇137篇哦，遐有一篇写甲足悲哀诶吼。阮坐伫巴比伦，这是互掠去遐诶人讲诶话啦。就是以色列人伫遐哀哭诶声来讲，阮捌坐伫巴比伦诶河边。一个想着锡安迄边天，目屎就流到边边。意思讲锡安就是耶路撒冷，讲阮伫互人掠来伫遮，实在足艰苦。阮想着遐目屎就流。阮也讲，伊伫遐手抓讲，我若袂记得耶路撒冷，愿我的字念伫上姜。念伫上姜就是袂讲话啦。讲完我拢袂唱歌，袂讲话。原我的正手袂记伊的技巧，就是讲伊的技术拢袂记住，所以足可怜的啦。这就是上帝的管教。咱看第一章甲第尾一章，第一章咱讲上帝为什么毁灭全部人类？你看敢安尼敢残忍？佫来到第尾一章会拍破了内底哦，第尾一章上帝佫叫。全部以色列犹大人拢总互巴比伦人掠去，甲伊分散分拆，会做工会做工，会做奴才会做奴才，袂当诶，刣死咧刣死，甲伊囡仔摔踮石头顶，拢有啊，逐项拢足残忍。你感觉上帝诶管教，就讲管教互一个人，正做属伊诶人，就讲你爱认罪悔改来到上因为咱的题目写讲得救的方法，是得救的方法咯，真简单啦，就是爱认罪悔改来到上帝面前。有人想讲，那安尼有罪人悔改，无罪人就毋免啦。这句话敢对？无罪人嘛是对啊，有罪才需要悔改。我请问，无罪是啥物人？耶稣啊。单独一个，是神变做人，所以所有亚当的后裔人，其实拢无人无犯罪啦。保罗讲的，连一个嘛无罪连一个嘛无。所以耶稣甲伫十字架用伊的宝血，伊代替有罪人死，用伊的宝血来洗净凡信伊的人的罪得到赦免。所以，什么人无罪，迄个人就是爱灭亡啦。若认罪悔改，因为有时个罪是你家己毋知。像我讲话得失一个人，这是我的罪，毋过我毋知啊。我伤着一个人，我毋知啊，我应该有做者所在。讲我有讲安尼吗？伊就讲有。所以讲咱爱认罪悔改，包括咱家己毋知影罪。来信耶稣，叫伊的血来洗净咱的罪，正做得救的一个方法。是，所以伫咱即个世界呢，你是死刑犯是袂当互人替死的，对无吼？但是伫咱的上帝国，伊就替咱死吼，因为无罪人才会当替人死，对无？即个犯罪的人得救，
伫是非假顶就有迄个例，咱拢知吼，一个犯死刑的罪，伊伫遐知影伊家己有罪啦，耶稣当，信主的就无罪啊吗？是安尼吗？信主的人就无罪，毋是无罪，是伊的罪会当，耶稣会背回来甲洗净去，毋是无罪。对，所以时吼，就是咱有一个稳定，咱有一个拯救的方法，会当去用救的方法吼。咱的罪会当了解就会当。嘿，咱若认罪就会当。我拄则也袂讲了，讲迄个是非假定迄个死刑犯，因为伊知影伊家己毋对，叫耶稣爱赦免纪念伊，耶稣随时赦免，讲你的罪得赦。对，是咪真？这个撇步是咪真好？真好哦。你若认罪，信耶稣，你的罪得到赦免。安尼，观众朋友学会晓袂？一个方法就好，认罪就好。为什么伊今仔有这只鸟啊？伊足水的，这嘛是老师翕的。因为咱要讲今仔是，虽然精选一个人，但是咱全部拢是伊的什么后裔，咩讲？就是讲子孙啦。比如咱的子孙，咱以后再来讲这个问题吼。咱拢是伊的子孙。后礼拜再来讲这个问题。对，所以多谢吼，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咱空中再会，多谢。安尼若介意阮的节目，会记甲咱按赞哦，分享互你的朋友。多谢家己的人。这个是啥物？安乐死哦。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吼，敢会使安乐死？那个我们可以开另外一堂课来讲吼。好，多谢大家吼。然后有啥物问题拢会当写伫遮哦，老师会当甲详细的甲大家分享吼。多谢每一个人，大家人平安。后礼拜再会，多谢老师，平安。多谢啊。